上个月在土耳其生活的杰维拉尼·夏尔麦麦提因合法来土耳其旅游被无辜逮捕的母亲作证。3月8日国际妇女节，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段视频，宣布了无辜母亲和无数孩子的声音，他们像他一样与母亲失去了联系。在庆祝全世界妇女这一特殊日子的今天，夏尔麦麦提无法像自由世界中的其他孩子一样庆祝在东突厥斯坦遭受中国迫害和被视为恐怖分子的母亲，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家庭成员在东突厥斯坦数百万维吾尔族突厥人中被撕裂。他遗憾地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他无法对母亲说一句快乐的话，因为他无法在21世纪的技术时代与家人交流。中国官员宣布，东突厥斯坦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绝大多数人已经康复，只有少数人接受了隔离检疫。根据东突厥斯坦中央政府附属卫生机构的声明，在先前被诊断出的76人中，有70人出院并被送回家中，只有3人仍在隔离中，受到观察的人数减少到1348人。尽管中国当局声称，截至3月5日，美国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在整个美联社都未发现新的武汉病毒，但美国对其出营的现状表示关切，因为中方对中国的信息封锁令人震惊。除了中方宣布之外，没有可靠消息来源提供任何信息。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他对中国病毒向其中营的传播深表关切。中国死于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的人数增加到31139人。根据国家卫生委员会的声明，由于该国爆发 COVID-19， 在过去24小时内有17人死亡，确定了19例病例。尽管所有人员伤亡都发生在 COVID-19 疫情最严重的湖北市，但该国因流行病丧生的人数已达到3139人，其中3人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病例总数增加到80754例，严重病例40794例，可疑病例减少到349例，被观察的人数减少到16982例。白宫发言人史蒂芬妮·格里舍姆就特朗普的情况发表了书面声明，该声明被讨论为可能已被感染，因为在可能感染冠状病毒的地方发现了这种情况。格里舍姆说，总统没有进行 COVID-19 检查，因为他没有与确诊的患者长期接触。特朗普总统的健康状况良好，他的私人医生正在密切监视他的状况。在特朗普和副总统麦克彭斯在过去10天参加的一些活动之后，美国媒体似乎携带了冠状病毒。你以为他感染了吗？在有近2亿穆斯林居住的印度，对有争议的新公民法的反应使穆斯林成为第2等公民，是新一波暴力的目标。在纳伦德拉·莫迪的指示下，印度民族主义者和印度警察袭击了德里市的穆斯林，47人死于暴力活动，导致上周实行宵禁。然而，自游行示威于2019年12月开始以来，死亡人数为79人。在短短48小时内烧毁了4座清真寺，这引起了穆斯林的愤怒。烧毁清真寺的名字：莫拉巴克省清真寺、巴布里清真寺、钱德勒清真寺、加米亚阿拉伯麦迪纳图乌鲁木清真寺。